有一名住伫台湾的日本作家，进前对台中北屯骑脚踏车要去到新社，看到这路边的公车牌有规堆的粪扫，也有油喷，翕相铺上网络，希望大家重视。台湾民众听到这消息了后，是感觉真见笑。也那在地环保局是讲有装监视器，加强处理氮粪扫情形。含公车的站牌做伙翕相是真爱叫，因为涂骹有规地粪扫，佮有落落来喷含免洗的餐具。伫台湾定居的日本作家、日本人的欧吉桑，11日台中市骑脚踏车的时阵发现讲，北屯区东山路一个公车站牌下骹拢是粪扫，佮发出臭味。伊随去找当地的里长，是要发起骑铁马捡粪扫的活动。他来骑单车的路途，发现东山路沿途就是垃圾。有一些垃圾他的诉求是说，他想发起响应骑单车捡垃圾的活动。相片内面的地点就伫东山路丹东的公车站牌，代志风标出来了后，环保局较紧派人去加强摒扫，但已经引起台湾的网友和其他骑铁马的技术的批评，讲这种见笑台佮传到日本去。当地民众讲，这粪扫拢是外地人塞车骑车经过的时阵弹的，很丢脸啊！怎么说？就很丢脸啊！你不觉得这种事就很丢脸？很没有公德心，沿路的乱丢垃圾，而且有时候来讲的话，有时候随手丢的也很多。进前太平区136线沿途拢是粪扫，日本作家嘛捌翕影片来关心。这摆轮到通去新社的东山路红点名，环保局讲东山路沿途装的监视器，统计对2022年到今，已经处理29件的违规黑白蛋粪扫，拢总罚34800块。但当站牌遐嘛伫12加装2台监视器。本队已架设监视器，加强取缔，设立禁止乱丢垃圾警告标语，并依《废弃物清理法》第27条第1款规定开罚。另外，市府嘛伫站牌遐打警示的公告，讲若是黑白蛋粪扫，就会照废弃物清理法，该罚1200到600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